先同大家介紹，今鋪我就要將呢個 LEGO 嘅呢個台咁嘅紙產平台可以一下頂住呢啲嘢，即係所有重嘢。OK， 先至俾佢側身先。OK， 首先試第一樣嘢，我都係輕去到重嘅，試夠冇咩重量先啦。試過呢個裝好多紙盒，首先加冇奶，然後咧就試下個重啲嘅提子乾個盒嚇，裝滿晒，然後第三樣就重量級試啦，裝少少水樽。打落去都有啲都嘭嘅聲，嗱，基礎都冇難度，哈哈，講到咗佢啦。OK， 到呢嚿啦，哇，真係好重啊！我將佢冇事，然後就到呢嚿啦，粟米湯冇事啊，兩個。都係冇事喎，居然。睇先，冇嚟冇難度 OK。嚟到3罐啦，冇事。4罐，基本上感覺冇難度，哈哈。到第5罐啦。都冇難，都啪一聲，然後可以將佢哋掹上嚟先，睇下放咗5罐之後搞咩鬼先，整體上仲係冇難度。然後咧到咗個挑戰佢啦，放落呢個度。就喺佢上面放多嚿，當然我手都一定要攞住㗎啦，兩張水頂住喺度，再 check 下冇事先，冇事咯，我認稱佢為最強王者啊！冇事，所以咧呢嚿真係強勁，佢就係一個好似屋嗰啲磚咁樣砌嘅。OK， 我出嚟係介紹下我哋下鋪仲要 buy。睇結尾小彩蛋，你估下我拳頭咁打嚟先。3、2、1，Go！爆！等陣先，爆一個。